中，你一定要到清净无量这个心，你拢袂使起心动念，你拢袂使起心动念。所以今日就讲，讲到文法无助，说啊无助，文法咱今日听道理，咱也要使注意思想，咱说法也使注意思想。文法就是讲咱听道理，咱袂使有一个或者说法来听。哦，说法者袂使讲我有咧说法来听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叫做文法无助，啊嘛叫做说法无助。因为咱讲呢，凡所有说，拢总是实说，实意实的说；凡所有想，拢总是因为实想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文也好，无论啊听，无论文也好，无论说也好，拢一定是实相物件。所以《经文经》20我讲讲，就意识结果，就以有声有好，是人形下都即有变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依照一个表象物件，用意象哦见我，看着我佛道，即我佛道庄严的相，我即个相虽然我的心有无量相，我相嘛无量好，啊好嘛无量庄严，这是一个不自然着以三大阿僧祇业所修来的庄严相。但是，不相信毋是讲上你来到啊，这个上天界来礼物绝对毋是啊，拢已经过哦，这个三大阿僧祇业所修来的物件。所以今日咱虽然有这个咱庄严的相，但是咱今日嘛袂使去质疑这个佛的庄严相。因为咱讲凡所有执，就是哪莫定事情的造成。我想。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咱一定要记住。伫不离经文经第3分的谈讲，有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都是菩萨。所以无论你听法有事相，即是听法事相，你问你今日要说者，那有主嘛是事相。你看到佛的三千佛嘛是相，你看到32相，这嘛是相。凡所有相，即拢会生出啊，生出我定事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你毕竟要进入到佛的菩萨意境，才会定爱。因为咱讲，因为咱经文经讲到51分来，拢总是讲行的物件。什么叫做行？行就是讲你一定要去行过，你要去面对，这毋是惊咧听呢，毋是惊在听呢，就是讲你会面对。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你这个问题来解决过，你会积极听法的生思想，说法的生思想，看佛的三亲的生思想，看佛的这个32相，伊庄严相嘛生思想，那拢总是不及格。所以到这个当中，你来讲，因为佛的内底当中已经讲到这个21分来。基本上来讲起，这个意境是足全的物件，但是咱一定要了解，所有这物件拢总是外在的物件，拢总是外在的物件。无论佛的庄严相，无论是佛的说法，你来讲，这是外在的物件。基本上，咱这个心若去攀岩，那安尼，咱这个心就开始无清净。因此，不但能够。你要安怎甲你净化着你这心？你袂使执着的物件。所以到这个时阵，伊来讲，咱以前真正已经来有讲过，所以咱而家走一个。所谓的佛教是什么的？你无为如来做事业，我当有说好。你如果你唔通认我释迦如来做一个事业，我有一个样头，我当有说法。我是听我家己有生意一个，我说互你听。无做事业，你唔通这个样。所以我是相关的呢，玉经言如来要说70部分，玉经言它是有人在讲，我释迦如来，因为基本上来讲嘅，恁是恁认为，唔是我释迦牟尼佛有生这个事业。如果今日你若
认为我识听佛有生这个事业，我咧说法，若我识听佛就够简单。安怎讲？因为我上人上众生上虚假上，我视为佛道，我生这个事上出来，那安尼我是佛没有资格当如来佛道。但是恁认我是如来佛道，我是佛，我这个清净的法身佛，拢总清净有了，是安怎？恁来讲我如来做事业，是恁的有情，所以咱讲一句讲，以少年之心，啊，这个无文之苦，以少年的看法去咧看圣人的行为，所以方面永远是看唔对的物件。所以咱就用光景，是结婚的。如来出极光返，逆时不失时着一起看。因少年来上其实，有其社中处理去理，原本处，但是必须我是属于负责而做。因为佛当然出极光返，这个内底当中，佛讲我是一生无过，佛当中无讲过来。当然无讲过，因为伊毋是讲伊做工作地位，那是代表业亲情情。伊无讲讲过，伊代表即个生活情情。所以唔是安尼解释。当然，伊出去公关内底当中呢，叫做事业了心，做心人发的。当然，迄个书法的变化的，书法的怎讲？讲第二本先开车来讲，平时书法的大种种集中做起，偏袒有关有些独的学生中心的物件。如来显佛的诸菩萨，如来显不相诸菩萨，这段话就是师父的。当然，伊看到佛的出极光返，伊现了一心清净心，因为这段话第一段话佛拢无讲过话，咱后尾就讲，伊叫做哪？叫做利言发解，利言真理，离开言语，离开言语，来经历这个智慧，离开言语。你经历迄个清净的佛的主性，但是因为当然，因为总是经过你开始咧生活当中，总是你拢袂晓是，我拢袂晓是，我伫遮咧听，逐个你看我看你，迄个时阵，顺活的，伊是一个同义者，伊就去讲，这一个咧，大家请佛一个咧，你是顺活的就不言，如来显佛的诸菩萨，如来显不相诸菩萨。这句话是因为所有的看到如来出极光返，用心头咧讲咧讲，用三业清净，伊心业清净，伊口业清净，伊的意业清净，三业清净咧搞传。如来显无量诸菩萨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心业清，这个意业清净，那是什么物件？家己叫做心业清净，但是如来显不相诸菩萨，这叫做口业清净。咁样讲起来，如来用三业清净，你拢无讲半句话，你教阮引导，什么人看到？师父在看到。所以迄个当中，你会知影哦，师父的虽然是看好起来哦，因为佛若无甲做一个印证，那安尼是个什么物件哦？甚至有六显的注显如理法阿弥陀罗什么三宝这些本的因素很好，是当然师父的是咧问这个问题，问这个问题问佛这段话，后边迄部释迦迄个如来，迄个释迦如来就来讲现在，师父的如理所说，如来显佛的诸菩萨，如来显不小诸菩萨，这句话什么人讲的？当然咱知，这句话就是佛直接讲的。对师菩提赞叹这句话对答，讲现在如你所说，如师菩提你讲法，你讲如来显佛的诸菩萨，如来显不小菩萨，我对，因为我用三业清净，我用到什么物件？利言发解，利言诸如你引导的，但是你虽然看到我的这个意见，当然嘛，师菩提。伊解讲的，我都看别意见，无特别安尼，为安尼行去行倒来，行去到小一声，要行17公里，离小一声，行倒来嘛17公里呢，可离咧市区外咧快呢，迄个去到到
较无够的，愈行愈困难的，愈行愈无欢喜，食得多，行出这个辛苦。哦，爱拢是来吞车骹呢。换一个解释讲，起到小时倒转来起，我就梦想心情，你知影？起我就无欢喜，你知影？但事业了解，当时伊到迄个时阵叫做苦心苦力，叫做受苦力。咱这边叫做哪？叫做受苦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迄阵都爱我，咱规家是咧，咱咧做事业，爱多力量了解伊咱多小事，我都看伊巧开开人多事情。咱一关的地处，拢做服务，做一个艰苦。面对一关的地处，还拢做服务，是安怎讲？这两日，哦，伫迄个做别人一个高龄，搁来台湾去做工，而由于你个单位，去做到了种发生啊，发生洗肾啊，一个一礼拜要洗3届，下台湾洗肾有病，哦，医疗会好，但是迄个人他是讲我就是这个问题，人医疗迄个人。伊袂迄个中介来去送人，你送人是死路一条呢，越人是无咧得健保呢，爱开现金的呢。你今日去一个工人，这个工人哦，你等到越人哦，伊讲要伊连病院边仔租一间厝，讲要人做专门洗肾，讲你会当洗偌久？哦，一礼拜洗3届呢，一礼拜洗3届，一个月洗几摆？12届呢？一届5000块呢，洗一届5000块呢，别人洗偌少我毋知，你就看伊偌济3张洗。但是伊伫咧讲台湾，拄着一关道，哦，拄着移民单位，哦，叫人来去甲中介，要求中介讲你万才需要3人，哦，你互伊有一个有2组的即个基金，讲有几十万有当领着，甚至个当中而且互伊，哦，发一搭回来，而且咱开电脑报的，当然开现金的，甚至伊咧帮法院，我听讲啊，85万，来着，互这个别人的小姐，哦，伫台湾帮忙，讲大先，讲过去因为你变到别人，爸，讲因爸爸连去查都无爱查，讲因做咩啥发生代志，互咱台湾的前辈者，安尼甲关心。安尼甲照顾，安尼甲化缘，讲本来是一贯道去较有正义啊，讲无，阮即个组囝是咋爱死啊？尤其你就是讲好，讲即个业务发生就对啦。我大先辈本人不会差，即嘛对我做发生的啦。讲有影吼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一开面对着今日毋是一贯咱的性格内底，你看有啥物人来讲？现实的，迄个咱做这需要啥？你这无作用能力就来选择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今日我这个做囡仔，我服务，人叫人一贯都会得着，受到讲个夸奖，会当前辈者待遇或者照顾。嘛，即世嘛，即个时阵，白羊地主伫外口的时阵，咱今日一贯地主将受到祖师爷这个恩惠，咱今日到这个服务。人在家修炼，在家艺术家，无你过去，拢爱剃头做牛郎，剃头做和尚，爱动这方面，含医术得力啊，所以这个咱一定来了解。所以你拄则讲到这个所在，就是咧甲你讲，因为当时不得迄个时阵，因咧想就是讲可能，拢一定来发现。我请问讲，咱这边咧，其实什么人有三一个锅？穿一件加西，咱即咱当医生咧坏，敢有啥物啊？我看有啦吼，所以为即点咱就要今日咱较实习，咱就是福报。咱为啥讲到转来？是安怎今日我会讲到地方甲地分？迄个地方甲地分，就是咧影射你真有的本性，你真有的本性，因为你会知影，你地分就是讲家庭的问题，地分就是讲宗旨的问题。宗旨就是讲啥物件？宗旨就是讲这个本性。但是讲到对头来讲，迄个宗旨到第21分，就是讲今日你要归到你第1分的迄个宗旨出
行住坐卧，你一生的当中，你若无练过，无可能有物件。你无练过，无可能有物件。咱虽然讲修道，咱的意义总管，你甲情况买，拄着搁要跳，就几个练过。但是咱你刚才你讲练练，咱毋是安尼吼。你讲刚才你讲啊，轻松轻松啊，咱讲讲个也是惊死人的，啊做的吼是笑死人的。这话是过去唐书上讲的，有要有真正毋免做代志。但是因为咱每一个人靠背业，无法这个当中，咱真正大家心情作脆弱，所以佛理经罗经，伊第六本啊讲。当你是人过去一佛二23次，我咱过去有修这个善根来，基本上恁无可能找到啥，无这个因缘咯，找到这个所在。所以你看，诸葛亮啊，这二十出兵啊，风风光光啦，啊咧南营啊，啊咧南西啦，啊咧创啦，不然好，讲个时阵啊，讲诸葛亮的告别秀啊，告别秀啊，伊一世人，迄个肉物告别秀。我唔记得你啦吼，伊做迄个啊，做大人看啦，诸葛亮袂讲啥物件啦，哦，所以其实了有重要无？其实迄个表象迄种无重要，迄种无重要。我去咱朱元先生，因个啊，因个白虎啊，等，我逐项后生了讲，我记得去，恁妈妈早年就求道，早年当修道。会当亲到所讲，这代是伊这世人上较重要物件。这阵来，这阵学生拢总亲口的，这阵亲口的，来甲恁妈妈送最后一程，甲一阵学道的，来甲恁妈妈送最后一程，这能量不一样。哦，我咧讲，我去到台北，我咧做人的仪式，迄学道的这是啥物道的？定元坊的。这是天道明啊，这是什么的？迄从几间来，迄有教母。老师，嘛做乌道，啊有较徛拢规面拢迄款的。伊一定啊，规个来，拢总亲口所说的，拢是咱一贯道，这是迄个是啥物啊？这是崇德的，这是崇正的，这是义和的。哦，迄个讲句话我来听。所以这个人生的阶段，让我花开花树，伊阶段是这个所在。伊个阶段，就是伊德行的显露，伊一世人有修行德行的显露。啊，所以咱这个修，就是要修了这个心，咱这个心，免啊修好啦，迄个没有恶心。所以因为经过这个题目，就是讲，这个道理来讲，就是没有恶心的意思，无疑心嘛，这个心就是清净心，无疑心嘛。啊，所以讲到了第，讲到第三分。就是咧讲，嘛是咧讲即个物件，但是你面对着一切思想的内底当中，你袂使有哪有起心动念，你袂使有想人想以众生相为受之，你袂使有这个物件。所以讲，你为愚人，伊在来讲，你为愚人做实验，你为愚人做实验，这个当中所的这句话，听好无？就是我直接把所的讲的。讲你无为过来做实验，你唔通认为我如来要生个念头，安尼对啦。我当初说，你迄个念头就讲啊，佛道如来要说法，咱即安怎做唔做明？啊，这明明你如来说法，你明明你如来要说法，经典讲是道理，你才讲你无咧说法。当然，恁像恁咧讲这物件，拢总是你的实心，你的想法，因为基本上来讲起来，如来是因缘说法，但是因缘心，因缘即是变，伊要去挂一个做实验，伊要有这个实验语言。咱今日咱来怎？我今日讲一个道理，我自强时开始，我就一直咧心袂安，我讲了落来，我开始我心袂静。是啥物件？因为我虽然下台，我心仔在讲道理；我虽然还袂上台，我的心嘛一直咧袂安，嘛在讲道理。咱这个心是嘛安尼？望风景好我嘛是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我讲不理到很随缘的去讲，很随缘的下来，
我无心，我是一粒足清净的心去，但是我足一粒清净的心来，咱就要大家安尼。这已经是成功的关键。所以咱就去修学过，就是针对咱要安怎互咱这粒心，要唔通去咱痛痛。所以讲，咱的执着太厉害，咱的心就是妄想太厉害。现在妄想是执着嘛，执着就会妄想嘛。所以佛来讲，莫作是念，你唔安尼想可以讲，若今言如来有说法，他是有人咧讲。要讲我如来讲我，即是部分，意思讲你咧诽谤我佛道，因为你著根本上无了解我佛道讲什么话，你才是我的说法。因为我如来是应机而教，那叫做缘起道者。我你个机甲你引导了，但是我甲你引导了后，我就是甲你把我的心就回归清净。我的鬼就是回归一心，我心就无二心。如果我都有这个是，你我心中了好的，你我心中足成功的，你我心中足欢喜的，你的心永远都记住这个名。安尼我甲你讲，迄叫做无能思想你要生出来。这个道亲，咱甲你学了啥？学了你做讲道理好，听得我爽对啦，安尼你有咱我定思想。那个你讲个道理来讲，我听了我要受你，安尼你我定思想会使。所以你这个物件，无论人对你讲好，对你讲歹，拢就是事法平等如何啊？这个叫做无上正定正觉，你会了解这个？这个叫做清净心。所以咱建议，这个心的清净，就是咱的起心动念，咱的妄想执着太厉害。所以我就讲，哪就是放分？诽谤我，这是作严重的代志。咱嘛先讲呢，诽谤我，若要甲讲起，这大作当面讲讲，比如讲，口惊无人，损皮奸淫，逼劫先生，断门精神。咱若做当面有话无？有嘛？因为大家有看到。逼劫先生断门精神你咧诽谤我，这个就是咱的逼劫先生断门精神的。但是这个是佛亲自讲的，我怎么你说你我咧诽谤佛？因为他讲，不能该我所说你这个人，我旁边听咧。你连了解我，你嘛无了解。你嘛连听我，你嘛听无。何况你要把赞扬，反而去搞安怎？反而去搞诽谤别。我看你开车，开到是顺顺。我想我咱来开一个。你这点开车去开到点会危险的。你嘛看人开得连势安尼，对不对？你去开看看咧。开到冰车呢，要开4包的呢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。你开这车，这车你开起，会当叫做得心应手。这车就你操纵你，你含这车对你才是一体。你开这车开起，你家己咧开袂惊，你家己咧开袂自在，安尼你会怎么样？因为你控制这车控制不住，对不对？你若这个车你若开起袂惊，你做自然，你想讲咧开我这个车，对不对？我出去公园，我开到一个所在，足自在。这个车你讲做到对我做唔对路面，对面路面我出清楚，我迄思想足清楚。你开这车，你开这个车开到，会过袂过你家己袂清楚，会弄袂弄袂家己袂清楚，安尼袂清楚会有影的，安尼你用袂有影。所以这道理嘛是讲，咱家己有法帮你控制咱家己的得心应手，所以这是受咱的内心的感觉。所以不能跟我说实话，你袂当了解到我的动机。安怎讲？所来所教，无法可说，是命所发。当然，这拢三个道理。等者有时间咱后边就要把这三个道理依照了空观。伊就加观，伊就要中道第一关。咱会当，因为这三个道理就是讲这个。这个物件，
其实这三个问题，就是讲到中国地理。哦，啊，你就当了解真正复发伊的真实意义这个所在。啊，无你听这个英文语，你会听到尾，你较听的是毋捌伊咧讲的伊的真实意义这个所在。所者叫做因缘所说，无法可说，因为事无所法，过去是事无所法啦，吼。即摆是该叫做无法可说。所者，因为我是因缘所说，因就是有需要，我照着这个机，所以佛陀是应众生机而说。但是众生已经无需要，我嘛得是回归了清净，回归着我的清净，知道一个法可说。这个法叫违法的物件，这个法是应机而说的物件。法嘛是一个因缘生的法，叫做因缘所生法。因机、因生、因灭，因这个物件毋是永远存在的物件。安尼听有意思无？所以所者，我今日对某一个人要说，这个人已经入了我，何必这么说？人伊得家己会从会走啊。这个囡仔，因为伊袂行我甲牵，这个囡仔家己会行会走啊，敢需要我来牵？哦，因为无需要我牵啊嘛。所以咱来讲，我说生命说法，这个生命说法，这是一个方便说。生命就是讲，所者所法者，迄叫做咱啥？咱头啊较早讲，叫做哪？叫做假地，假地有，无可说，叫做空，叫做空。以前叫做空有不离的道理，那走到第三义谛，叫做中道的义谛。哦，安尼当中呢，佛陀咧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讲三体道理。伊家讲所者，我这个说法，但是无有一个法人说是应机而说，众生需要。我想讲，我是爱食感冒药，毋是我一世人爱食感冒药，就即个进得咧感冒无食感冒药袂使。但是我感冒好啊，我何必继续咧食感冒药？感冒药是应我着风常食感冒药，毋是我永远着爱食感冒药，你听有？啊，若你一世人食感冒药，你连爱就无落。所以呢，应机而说，所以这个当中啦吼，我个生命说法，所以这是。咱进前讲过的物件，应该安尼讲概念，我们概念吼。当然，以前进前讲过啦吼。我把本文秀一下就好吼。即摆咱是讲到这啦吼。讲到这安尼啦吼，因为后壁所者无去说生命说法。这段话就是因为佛陀直接把师父来讲。无一个法可说，无一个法可说，无一个法你咧听法，所以没有一个我在听，没有一个我在说，安尼叫做我相人相。如果有一个我在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在听，安尼我相跟人相会走到对众生相，你会一个分辨。你讲的道理正好，你讲的道理正歹，你自性清净的内底当中，我问你有好甲有歹。所以众人应该讲，不输些甲不说，不输些甲不说，就因为道理伊领导输些甲说，道理伊个物件到输些甲说，理清清对顶个物件到输些甲说，敢是安尼？是因为道理伊到输些甲说。我想讲，当你碰到做道理的时阵，你肯定有一个好运甲歹运。你碰到好运的时阵，谈得来也能从看到。你有好运甲歹运，迄好运对你来讲袂讲种，因为你进入着迄个一体中道一体的道理，没有我在睡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在睡，无有一个我在困，无有一个我无咧困，无迄个物件，是因为有咧困甲无咧困，你走到第二来，第二个啊，你就是有思想来，有分别来，哪有这样物？所以你讲到不输钱甲不说。就是已经进入迄个第一个不输钱甲不说，离迄个进入了，咱若真正入去困的时阵，你若真正困入